小编听你讲，讲出来就爽。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失恋上班互头家骂，啥物都会使讲。也是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互小编知影，拢会使哦。大家好，这是公司大家大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白边，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大家好，安尼讲啥？拢第二季啊，你是无别咧开场哦。即摆已经开始了哦。好啊，若无你来啊，看你有啥物新的开场啊？大家好，第二季的 Podcast 来咯。你莫开场，就请问你甲我讲的是差伫倒，有好偌济你讲啊？哎哟，莫啊计较啦，无你继续讲，请。袂啊，袂讲。即嘛是要刷哦，哪里要来收尾啊？哦，安尼无几分钟个来领通告。好啦，咱吼已经休1个月啦，节目继续做落去啊。这是啥物奇怪的抗白？歹势是1个月搁1礼拜哦。你搁甲我讲，就咧问你啊，啥啊无代无志去得奖？我嘛无愿意啊，都毋知影是倒位去画着吼，去个画着。好啦，人平安就好啦。你看至少你搁保留一个，就是讲咩？咱即集到底是要讲啥哈？即集就是要讲吼。即集就是要讲，要讲啥？毋是啊，你著还袂开场，你著要叫我讲啊？即摆是老母呀！歹势，休个月，雄袂记你啦。我看这真正是老母啊，无要紧啦，我真正嘛有即个现象啦。我白讲，我个人感觉吼，我无病尾哦。拢你讲好啦，等下录音我再看讲你的 NG 几摆啦吼 ，NG 啦吼，来啦开场啦。好啦，等下，哈，无咱今日来一个 special 的。什么 special？你讲看觅。你平常时间有伫看迄动画啊，一寡漫画？有啊，有咧看啊。你敢知阮漫画伫看的时阵，看动画的时阵，其实有一个就是无成文的规定。无成文的规定，对，是啥物？就是讲吼，你若是开场的时阵，因为一般拢是会先搬，先搬一段了后，搬，甲长起起的时阵就开始，袂使唱，就袂使唱。哇塞，安尼大家就知我，安尼大家就知我最近你看啥啊？但是吼，若是今仔日咯，你迄片甲切落去，开始就是唱歌，哇！敢知你唱啥？我知。你那个切落的时阵，就随唱歌。随入去主题曲，网友来讲，系啊，一定有大代志要发生啊！哦，是安尼哦。对，开场一入去主题曲，就是有大代志。哦，所以咱今仔日一开始就，嘿，得。好，我就安尼决定，咱等下就甲伊加入去。听众朋友啊，你听到这，你知影讲啥？拢今日就直接开场啊吼，对啦。而且我嘛是想要甲新节目的开场放伫头前啦。好啦，免惊，我嘛是甲平常时同款啦吼。你熟悉阮，搁转来咯。无毋对，若是新来无熟悉的朋友嘛，无要紧。转去滑头，滑头，敢是滑头？无要紧啊，字，礼拜二就无人看有诶，敢我看会着呢。迄就是吼，甲伊接数安尼，饲去。你若心情好，就拄 EP 空开始听；心情无好，你就看讲阮访问的有迄你介意的无？譬如讲啥物古锥的妹啊，缘投的歌曲啊，还是讲啥物趣味的，对 YouTuber， 还是讲啥物你有兴趣的主题，有兴趣的开始听。真正无兴趣无要紧，你就即集开始来熟悉阮，安尼咁好。第二季全新的开始啊！好啊，你开始啊？啥物我开始？之前我较近有一个我一集吧，即摆你较近嘛，换互你一集吧。无法度一集啦。你无要骗通告费，无我迄顶爱嘛无通告费。是咧讲啥？对。我较近，你想要知影啥？无我之前较近我拢甲你讲咧，你即摆无啊？迄顶回是我问你，你回答啊，我也知影。敢有你甲我问啥？明明都有你甲我
等去听迄集哦。我都我是一个脑，较我进是一个脑雾的人，已经就是全部拢是一个中心的开始。我知啊，我要分享啥啦？是哦，啊，无安尼分享一下，你快睇看到你两条线的时阵，是啥物感想？哦，是啥物感想哦？对啊，我真正是想袂到呢，料想袂到。迄种啊，一日涂骹，一拍火呢拍落来，讲有，无这里戏剧啦。而且迄涂骹爱个藏迄快胎底下，我你倒咧伫咧，有啦，我是坐咧涂骹太无毋对啦，所以你头顶无一拍火，敢若差一把电话。嘿，啊，所以你就是安尼坐咧拍咧安尼，无啦。飞弟啊，我嘛毋知要讲啥，无就讲简单的故事就好啊。你甲听众朋友讲，我是一个诈骗的心酸啊，一支嘴红绿绿的呢。哦，真的，你大家安尼讲，好的拢无对安尼。哦，串惊串着。听众朋友甲恁讲哦，真正是迄支有用着，串惊串着的后边。就是迄工。北边的透早甲我讲，我哪有淡薄怪怪，啊，而且我头壳足疼诶。对，我因为是我甲你讲我头壳疼对无？啊，你嘛讲对，我嘛头壳足疼。我讲系啊，你讲你哪有怪怪啊？我讲我哪有怪怪，啊，你就讲你规工咧头壳疼。我讲系啊，这听就知影。你讲，但是我透早有快胎呢，伊甲我讲透早有快胎哦，歹假歹庆成功，毋是前一天暗。前一天暗讲，但是我有快胎呢，快胎拢无代志啊。我甲伊讲无代志，我甲伊讲拜托，这我做有经验的，我甲你讲，明仔载啦，明仔载你就知啊，明仔载你个字落去安尼，你就会惊到。我真正一条就错就红我就甲伊讲安尼哦，结果你知影，过两工透早，我人搁咧困哦，伊会甲我讲起床哦，上班哦。我倒，我真的倒。回弟我就是拜一嘛，拜一上班啊，感觉无爽快。毋是你毋是礼拜的，你无爽快。嘿啊，毋过拜一上班，我就想讲要来看医生啊，因为我家己头疼，我有食迄黄黄的。你可以再讲啊，会当讲了。袂当讲啦。对，3个字。嘿，我就会食迄来止疼安尼。毋过其实无啥物效果。无啥物效果。嘿，无啥物效果，就知影。迄病毒毋是止疼药会当的。啊，我就胎就阴啊。哦，所以你当啊，我拜一下班。我就搁抬一摆，对，啊，就阴性安尼，所以我就去诊所，我就去诊所，阴性爱合喙，你拄则拢会离阴，你系啊，你个要用讲，系啊，第二季第一集就个要去用倒数，阴性，哇，我学起来阴性，对，过来，好，回弟我就去诊所，我就去摕药啊安尼，对，啊，医生啊，就是我入去啊挂号的时阵。伊就会问讲要看啥，我说感冒安尼，啊伊就随叫去外口坐呢。所以我本来要入去，我想讲为虾米有人坐伫咧外口安尼？结果过无偌久，我坐伫咧外口，喺伫咧通风的所在看诊啊。风吹，哦，真两久无炸外头安尼咧喘。嘿，非得我就伫咧外口啊，医生帮我看病。啊，外口有当坐哦。有啊，有拜一啊，迄个时阵甲我差不多，有3-4个人安尼，3-4个人坐，院啊坐伫外口坐几排安尼，啊经过讲了，互你10块，无啦，我都无坑我哪来的10块，你这样手啊，是呢，小姐10块本来哟，可能佮无通分着诶。好啦，非得我就去看医生啊，医生就是看好了后，啊，迄就换迄护理师出来，啊，就互我药啊。对，啊，互我一支快胎，对，互我一张单啊。伊就互你药啊，啊，医生无来问诊哦。有啊，啊，就看了啊。哦，你是讲看了以后呀？嘿，互你一张单啊，什么单啊？迄单顶头恭喜你得奖，就是有迄诊所的来啦。啊，然后伊就是要甲你讲，万不你若明仔载得奖的时阵，你会当传信息来安尼，会当医药线顶会看。你看。伊就到共款，感觉你明仔载就得奖啊！明仔载两条线，有你的明仔载，差不多就好啊哦。我会传来，我真正毋知要安怎讲。好啊，回去我就是
过灯工早起要去上班之前，有胎安尼，嘿，就用心。迄条线是毋是足紧就走出来啊？哦，就紧。我想甲你讲，就是像我安尼讲的，滴咧，就断对无？真紧就走出来。你即摆是毋是重新回想我迄当阵较真讲迄集是毋是共款拢一毛一样，对吧？一毛一样啊！你莫去笑啊！新来的朋友啊，你若听到这，你听无阮咧讲啥吼？会当等去听阮头前，差不多是57、58，什物较真正分享。对啦，你若就知影阮咧讲啥？迄个灯是啥安尼？无毋对，无毋对。嘿，过来你过灯工咧？过灯工就打电话通报安尼啊？无迄工我就通报啊，无等到无等到，无等。我确定你是白边啊，对啦，阮白边拢差不多安尼啦，无啥物改变。灯工，哦，嘿啊，就收到迄隔离的通知单、通知书。你即摆是毋是脑雾哈？讲袂清楚安尼，讲话真慢，搁想一下，爱想一下啊无咧，迄已经是正经的代志啊。其实我之前脑雾的时候嘛是安尼，但是拢叫我加掉啦。哦。嘿啊，所以我就伫咧厝隔离安尼。哦，所以你7天拢休困对无？对啊，我拢休困啊，艰苦到要死，像艰苦哇！我半边我嘛艰苦啊，拢艰苦啦。但是听众朋友就是要直接偷偷甲恁讲一个，就是甲恁声一个，因为拄好就是伊白边较近的迄天。就是阮要出差，毋是哦，无加几工，过一礼拜啦。对，就是阮迄饭店订好啊，要出差啊。因为迄时间已经足晏啊，一礼拜以来，迄饭店嘛无法度退啊，所以尾仔想讲，出去紧加咧，无我家己去出差。孤单上路安尼，孤单上路啦，所以过来就是因为阮当初时啊，第2季拄开始的时阵，阮是原本想讲，因为顶一季有足侪想要访谈的对象，但是因人伫咧下港，真无彩，因为时间无法度配合，所以对，阮就无找因来。即届想讲，要出差，要出差的时阵，想讲啊，即个中午休困1个月，无咱是安排一个时间落去一届约较侪人而且咱南部中心嘛生理嘛路线一寡就是顺顺利利所以想讲拢甲安排一下好啊。结果啦，时间毋是天公伯就是安尼，冲伫人，真的吼，伤大声爆起啊！莫激动，我是足激动诶。哦，讲到我出差迄天，我可能感觉到时阵咱搁用一集无。咱所有出差的来宾，就是访谈了，咱可能到时阵出一集吧。会哦，等你分享吼。就是迄咱所有的集数了，咱再来出一集吧。好啦，除了这你的较真的心情了，敢有啥？你7天拢咧创啥？我一开始想讲，就敢若感冒安尼啊。对想袂到，真正是想袂到，嘿，安怎？因为你可能无讲你有即个镜头，就是我走北，听众朋友敢听有伊咧讲啥？听众朋友，恁听有走北什么意思？伊是较雅啦，伊歹势啦，伊就是哪有啥，你的大来甲讲出来。咱就是一个开讲的节目，开讲的时阵就是讲，你给我闹。开讲我是要甲这逼掉，到时阵咱用投诉。万不人咧食饭咧听要安怎呢？咱即届建议头前可能讲食饭的时阵莫听，无咱拢是下班的时阵。嘛敢若即趴有讲着尔，后面就无啊。无紧，听说朋友你即摆咧食饭，我就先甲你讲一个，歹势啊，你回去咧啊。我就讲走北哦，我听众朋友听无啊。你会当讲华语啊？阮看到学台语内底有一句甲走北，有啦，有兴趣啦，咱去看一下。无讲滚架敢会使？嘿，巴肚伫滚架加2工，变数冒2工安尼。真诶有够痛苦诶！我迄个时阵因为爱食药啊，袂当空白食药啊，所以都爱勉强家己食物件，在食药啊。我就敢若食迄熟胖啊，规工拢食熟胖，食了就配药啊。听起来真幸福啊！啥物都有幸福有啦，有省一点点幸福安尼。后面走北好了，就搁转来所以你除了你走北时阵，其他咧创啥？食饭困。嘿啊，
是毋是？因为较紧的一直困前辈甲我讲，就是爱食好困也好安尼，病就会较紧好。就是我啦，就是我本人。哦，有问前辈真侪问题安尼，真的哦，我搁走路工呢，感谢前走路辈。工呢。好啦，这阮私底下的温暖，阮私底下甲你解决吼，听众朋友。嘿，就差不多就好啊。嗯，嘿啊，就是安尼啦，无啥物好分享，我嘛无聊的呢你嘛无红叶包通好分享。啊对呢，对呢，你即马即时阵已经无红叶包啊，而且听众朋友啊，伫恁就是听到即段节目的时阵，那像拄即礼拜开始吼，新济佫开始，新济佫开始啊，就是讲你即马若是讲，嘛是爱隔离，但是即马是5工，对5工加7工的，就是自主管理。嘿对，对，啊，若是真正就是，譬如讲你是住做伙的人，你若是快筛阴性，你会当出去啊，毋免隔离。无毋对，对，所以讲我迄个阵嘛有住做伙，我有接到伊的主管打电话，再甲人讲，你讲甲你做伙睡厝的人吼，嘿啊，嘿 ，roommate， roommate 室友是安怎讲 roommate 室友的台语是安怎讲？室友，哎呀，咱要倒啊！哎呀，啊，因头家甲你骂啥？无甲我骂啦，嘿，伊就是请我去住迄旅馆安尼。哦，啊，我本来就想讲，啊无为着大家迄健康安尼。对，你本来要去住旅馆。嘿啊，啊尾啊伊就讲伊有宿舍会当住，哦，所以我就共款踮厝隔离安尼。哦，啊，伊就出去外口住安尼。嘿，哦，安尼嘛是一人一间安尼。嘿啊。安尼roommate 嘛真辛苦呢吼，辛苦呢吼。嘿啊，歹势。啊，你好了有买一个啥物件？乌面加工，乌面加是咧出去咧。我都关喺厝内底，倒位来乌面加吼。啊，无你回去阵，带回去迄物件，啊，阮是会食好啊。该回去咧者。好，啊，过来10月佫有发生啥物代志？10月份啊，红本啊。哦，红本，刺激红本啊！红本迄工是咪？就是你较近的时阵。无啦，你咧时间都学袂记，你真正是搁咧脑雾呢。我就是脑雾。红本是10几号诶，我会记是17号哟。哦，那就是哦。嘿啊。哦，啊，红本迄工来你创啥？上班啊。但是真侪网友有就是传消息甲阮讲因考过啊。哇，恭喜！而且迄个阿东啊。阿东的哩扣扣啊，阿东啊，我咧甲你叫啊，你有听到无？我会甲即段加出来，肯定。嘿啊，叫阿东美你。即个人跟你做啥？对啦，就是伊有分享一寡地租啊，佮有问讲大家考了啥款啊，感觉袂歹，就是真甲大家关心啊。一寡人嘛是有写批来，像之前往来嘛有写批讲伊通过嘛。对啊，而且伊顶个听咱上尾迄集了，伊佮有写一篇老长的心得，但是往来今日无要讲这哈，往来你先听者吼，到时阵伫迄集我再甲你后一集的有啥物批，先甲你去批念出来啦，嘿吼。往来你会当搁写啦，累积较济。对，往来当搁开始写，往来今嘛就开始写，吼。嘿，爱写正字哦，往来。伊老师哦，伊真正有写毋着字，咱要甲伊拣出来袂记哩吼，爱甲伊罚写。往来即马通过啊，爱写哦，写。而且哦，我想起来，要甲咱原本要甲朋友讲啥，就是听众朋友啊，你知哦，就是阮这部休困的即1个月啊，足侪人老有的人就讲哇，真无彩啊，讲我手怪黑白变无去啊，有的人嘛真感慨讲我每礼拜是啥物去运动去招标的时阵，对，去招标要听奇怪，我们真正是叫因运动莫听，真的危险，对啊，但是足奇怪哦，因着迄工念咧尔呢，就迄工尔呢，无人来甲咱思念呢，毋是应该就是到每礼拜时来想讲哇，今日又搁是一个高档的一暝。我就想起当初时的黑白边，毋是迄个，毋是拢有即种，就是即种故事的转变啊！啊，就写起来讲，小编我都想你的，创啥，无拢无，敢若有迄一寡有诶无诶啊，讲小编请问你是哦，咱之前毋是有开一个迄童年大赛，嘿，童年，咱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才安尼，对，啊，有人就开始摇啊，有人又讲黑白边，你要走啊？你无去台去台啊？哦，奇怪呢，节目离开，我人还袂当点。你即摆艺术连我的人拢要离开，我听拢无呢。啊，过来，
啊，小妹你要结婚哦，倒位来的消息啊？就算结婚嘛，继续对做啊，结婚就是休困，婚休到假一个月啦，婚假先放好了，公司迄个红包嘛会摕，即种会可以使讲。迄上无一礼拜对外尔嘛，啦，上无一礼拜啊，啊无结婚互你较久啊，我搁去迄蜜月旅行，搁甲你一礼拜，好无？啊，而且迄2礼拜差不多，而且迄当中也袂当出国啊，是即摆才会使出国。哦，我真是出国诶。我嘛是，啊无，咱来去别国录一集啊！咱的预算够有够啦哦，主玩笑。可能要等第3季啊。啊无过来就是有人讲啥物，小编你是毋安怎？恁节目是毋做了无好？啊去用安怎？我想讲，你毋来甲我鼓励，佮问我节目做了。哦，这伤心啊！爱大家给阮鼓励啊！对啊，伤心诶，但是嘛是做趣味啦，做侪答案诶啦。嘛是有人关心嘛？对啦，拢无论你是啥物答案，拢感觉做欢喜，但是无一条要着诶啦吼。所以即个通灵大赛，无人得奖啦，可惜。对，就算有人得奖嘛，袂互你签名相片。啊，而且我感觉就是上趣味的，就是因为咱迄当阵上尾一集的时阵，有讲咱有一个新主题，或者小编听你讲。对哦，即个月嘛是真侪物件通捡呢。我感觉捡上侪就是上侪人搞分享的，就是迄金钟奖的时阵。哦，对，咱两个人笑咧，一个人两个人拢伫厝啊，伫遐明明做伙看金钟，啊，伫遐五四三，你讲看到啥？无，两个伫遐通灵，无我甲你讲一定是啥，一定是啥。我认真嘞。对啊，等两工，结果虽然讲就是咱台语台无要紧，咱已经就是迄啊，叫啥物？开市啊，有啦，咱有对啦，对啊。而且规个典礼啊，就是敢若迄戏剧组的时阵，戏剧组的时阵有一个主持人，伊有讲台语，毋知你有注意到无？有啊，我有注意到。对，因为像迄原本有迄项，毋是有一个国外的迄有一个来宾是国外的，啊，就是另外一个主持人替伊翻译喎。韩国的。对，啊，伊讲啥？咁怎啊，另外迄人替伊翻译啊。结果就是有一组到台语的时阵啊。咱特别爱讲到即个人就是蓝伟华先生。我毋对，伊伫咧主持时阵，伊是讲台语，结果你知影无？竟然边仔开讲室人有人伫咧讲，这种场合怎么可以说台语呢？啥物？奇怪，头前迄原住民语啊，你们说台语我们听不懂。人讲原住民语都无人讲话，我感觉就奇怪。对啊，奇怪呢。双标哦。讲韩语嘛会使，讲原住民语、讲客语，人就讲啊，无要紧，这是因为安尼奇怪。讲台语都袂使呢。嘿啊，我拄则迄两句，听众朋友毋通生气哈，迄无解听华语的人毋通生气。即两句是特别要用因的华语来讲出来，就是讲今仔已经毋是啥物华语霸权，是讲啥物台语霸权的问题。但是我是感觉真感慨，讲就是今仔日啊。咱金钟奖今年的主题就是讲要爱多元，对啊，结果就敢若因为一个主持人伫咧主持的时阵讲台语，所以去用骂讲像即种国际的场合无适合讲台语。请问阮台语是倒位不雅，倒位甲你冒犯着，互你感觉讲伫即种场合阮袂当讲台语。我真是看做生气，啊，真侪网友嘛伫遐，有人也甲伊骂，但是。听众朋友，我甲你讲，即个时阵你千万毋通甲伊骂，若无你若甲伊骂啥，伊就甲恁讲，对，你看恁台语就是遮尔怂，遮尔无气质，所以恁干那会当用即个歹听话来甲阮回应。嘿啊，你拄好互伊吼，有话通好甲人讲。是啦，有话就好好啊讲啦吼。嘿啦，莫生气啦。甲阮隔壁这无共款啊，有话好好啊讲啦，双方拢会当就是用一个理性的态度来好好处理，但是台语。对于一个人来讲，可能是真正是较爽的物件是啥？咱拄好后壁有一个来宾吼，出差的时阵有讲到啦。但是有继续听落去的朋友，你会当就是期待者。对，差不多啦，差不多是安尼。咱讲一寡这就好啊啦。咱先说讲一个，就是咱讲一个较欢喜啦。好，讲一个就是迄个主持人蓝伟华先生。哦，咱伟华先生最近要伫个咱的台语台。对啊，你想啊，咱是倒一台，你这个想久啊？我本来想讲刚有需要讲出来，就是有新的戏啦，有新的戏哈。嘿啊，对啊，好好宣传者，即摆是工商服务啊，随进是工商服务时间，好来请。顺续讲啊，因为伊拄好是演员啊，其中一位演员，嘿，对。啊，即出戏吼，戏名叫做《军职人员》，对啦，是由阮的电视电影台语有影所出品的。无毋对，即出戏吼，主要就是咧讲
保信骨，保信骨，嘿，保信骨是啥物？就是迄挂手套咧拍拳的迄，就是华语的拳击啦。嘿嘿嘿，对，嘿啊，主要就是三个主角安尼，三个主角，所以蓝伟华先生伫咧内底是演什么角色？是一个少年的选手的爸爸。是一个少年选手的爸爸，所以听起来少年的时阵嘛是一个国手。哦，所以听起来内底有一个主角就是少年的选手安尼。伊的戏份较无遐济。哦，少年选手戏份较无遐济，嘿嘿嘿，所以主要是蓝伟华先生，啊，还有敢有其他人，还有迄黄丁辉，黄丁辉先生啊，对，伊是另外一个主角。对，哦，啊，即两个拢真够讲台语呢。嘿啊。讲台语有够好，讲啊，若像我无听过，有啦，阮为着就是要宣传即个物件，吼，阮拄则有先看，就是小可看一下影片。对啦，啊，你一直对啊，敢要甲人介绍一下，小可介绍一下剧情，一说就好哦。嘿，快速的讲者，好，快速紧。就是迄黄丁辉甲蓝伟华，因是兄弟。对啊，蓝伟华是哥哥。对。嘿，啊，伊就是少年是国手，啊，尾后因为受伤，是，所以就无继续拍拳安尼。对，啊，小弟就即马变做教练安尼。嘿，啊，即个教练就感觉即个哥哥的后生。对，你讲即个少年选手，对，即个少年选手就是伊感觉伊有迄天分安尼。天分，嘿，会当家己训练。对，嘿，啊，因为哥哥就是有受过迄个苦，所以伊毋愿意伊的后生伊就是反对的对啊。嘿，对，所以因两个人伫内底安尼冤家安尼冤家甲。有一个真激烈的对手戏安尼。对。哦，听众朋友，我甲恁讲，毋真正听迄话，台语天生自然，是讲是伊无语的迄种人啊，听因伫咧讲台语，尤其是因咧冤家的时阵，听起来足爽快。而且内底真侪词啊，真侪就是迄个物件拢做在地，我感觉讲就是就有开口的。对，听众朋友当期待。时间袂讲，时间袂讲，来你先讲。11月19号，11月19号，嘿，拜六暗时9点，无毋对。啊，若迄暗时吼无时间看，会当看顶报。对，顶报是当时，顶报是爱等到隔一礼拜。嘿，你手伫遐咧比，无人看有好无？后礼拜，对，后礼拜拜日，礼拜日。我一定要搁讲一遍，你才会下晡1点。哦。啊，若是真资讯，阮都会放伫咧大文内底啦。对啦，若是无听着，是讲听袂清楚的人，你才回头，搁要回头。啊，若是处理无电视的听众朋友，对，啊，若无顶嘛有啦。对，直播即个时间，网络阮的直播平台嘛有。啊，你若真正毋知阮的直播伫倒位，无要紧，你私信甲阮讲，小编传互你啦吼。嘿，啊，若是直播无法度对着吼，啊嘛有迄影音平台。哎，你第一句特别叫人投诉，影音平台，公司加公司 Plus， 伊是一个 app 啦，就甲迄，啊，讲你是你，拢甲因共款，就是一个影音平台，啊，内底有真侪，就是咱公司的好戏，台语台好戏，啊，搁有一寡就是节目啊，对，拢有放伫咧面顶，而且真侪拢是免费的。若是其实朋友，你若是想要支持咱台湾的戏出的，拢会当就是来阮的即个 app 收看安尼。无毋对。啊，即出敢若7天尔，所以19号开始播，啊到12月。你的数学是毋是有问题？19号到12月初4，啥物7天？14天。哦，是。因为一般拢听到7天歹势。对。啊，讲到这，所以即出是14天。对，即届咱电视电影拢特别放14天，因为像咱旧年迄出有无？旧年迄出金蕉园嘛。对。啊，还有什么 Q 哈？啊，有庆声，就是因为真侪网友拢反映讲7天的时间伤短，伊无看到，是讲伊有啥物安排好，即届特别安排14天啦，加7天。对，所以互恁加一个时间收看，啊，若是好看的，当一看再看。无毋对。而且嘛要先刷推煞，顶礼拜六才结束的，就是天之第2号啦。哦，迄嘛好看，真正是做新的剧本，而且结合咱即马疫情的时代。对。我感觉讲你看的时阵，伫遐，譬如讲咱咧做 PCR， 有做过 PCR 的人，还是讲就是有伫用迄视讯啊，还是讲 Google Meet， 这刚才讲 Google Meet， 有伫用迄视讯开会的人，你会感觉讲哦，足趣味的。嘿啊。男主角是马里欧先生，女主角是玉芳小姐，也佫有一个美丽的，你讲名就好啦。李易杰，
李义姐小姐哦，内底李义姐小姐真无简单哦。伊本身袂晓讲台语，但是伊即回是特别学迄泉州腔的台语哦。哇，听起来真厉害哦！哇，你的心情变化真侪哦。泉州腔呢，无简单哦。对啊，讲到泉州，就爱讲到咱的嘉庆君。你真是过袂我当想的，淡薄硬哦。我跟你讲，人传说讲嘉庆君是拄福建来的，泉州就伫咧福建，所以咱讲到泉州就爱想到嘉庆君。好，谁爱讲到嘉庆君，你知无？因为人是影帝啊。对，你看，咱即届搁要讲到拄则迄个问题啊。咱即届主题是多元，咱的最佳男主角拢会当是一个女性的演员，因为伊伫咧戏出内底所演的角色是一个查甫的，所以伊摕到最佳男主角。你看咱遮尔啊多元的典礼，有遮尔多元的颁奖结果你看，说因为咱主持的时阵讲一个台语去用讲话。嘿啊，真正是感觉做伤心的人，吼啊！但是咱伤心的，就拄则已经讲过，咱即摆来讲一个较欢喜的。好，咱的嘉庆君游台湾，伫咧咱公司台语台开播咯，已经开播足久的啦。啊，你即摆听到的人，即摆开始看嘛不要紧啦，因为即摆才10几集尔。伫咧每礼拜日的暗时8点，啊，若是想要看电报，就是隔后一个礼拜的下晡1点会当收看，所以你后日1点就会当开始看。来看卖就是创新的歌戏啦，因为因即届真是真无简单，毋若是迄拍戏的效果，啊，有就是一寡动画，还是讲一寡广告，啥物特效拢甲伊较经济安尼，以往，拢甲以前无共款，所以讲大家会当收看。而且我真感觉讲，就是阿兰姐啊，伊讲的迄个感言，真正是足感动人的。哦，安尼你要念，我要念，你念好啊。好，阿兰姐也讲吼，伊头前就是先感谢，就是杨丽花小姐，伊讲歌戏就是等于杨丽花3个字啦。啊，伊咧感谢师傅这边，阮拢知，而且我感觉后壁伊讲的。咱做人需要心存忠孝节义，人若照天理，天才会照价值。时机若无好，就爱更较有勇气。对，台湾人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创造台湾奇迹。哦，拍扑啊！所以听众朋友啊，咱台语大家继续支持落去，无论你是歌戏，还是阮的 Podcast， 还是阮的节目，还是创新的电视电影，请恁一定爱甲阮支持，互阮继续拍拼落去，咱做伙来保护咱的母语。无毋对，讲了真好啊！但是母语这个时阵就甲讲啊，母语包括足济哦，咱台语包括客语，还是讲平埔族语，还是讲啥物族语，啥物拢是，咱拢是台湾的语言，对，所以大家就是爱互相尊重、友善、包容啊。无毋对。好啦，安尼咱今日节目嘛差不多啦，对啊，咱来画新的考核啊，等足久诶，等足久诶，好哦，准备哦，来哦，说喏，听你讲，听我讲，心疼爱甲小编讲，事事万项拢通讲，咦，小编听你讲，讲出来就爽，多谢大家努力。敢是？既然较近，敢真是你甲我问诶？明明就是诶，当时就你较近，迄毋是我甲你讲，无好无是我有迄出题目问你，甲你问，毋是我甲你讲，我要讲啥？无啦。红叶包，后面你补充，因为顶集你讲，你感觉你讲甲无够，所以下集就是你要补充的物件安尼。我感觉无发生过哈，因为你老母，你这技术头搞命哦。啊，无你家己倒去听啦。啊，无爱，无你去听听再甲我讲。啊，题目就是我出的啊，你是要甲我摇，掉出来，生气。迄咱嘉庆君游台湾，根本无前讲俗啊！嘉庆君游台湾，伫咱即款代志讲，时机若无好，就学开。等足久诶，等足久诶。好哦，准备哦，来哦，听你讲，听我讲，心疼。是喏，听你讲，听我讲，心疼爱甲小编讲。连足久，啊，我袂爽啊，歹嚟啦。哦，真诶，电视柜嘛是安尼。